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昨天我们看完所罗门整个圣殿建造完成，那他也为百姓来祝福。那在这个图当中，我们看见所罗门，他是君王，他又像祭司，那他也是先知，要求教导百姓要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和诫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9章，上帝第二次来向所罗门显现。同样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11到22节。所罗门完成上主的圣殿、王宫，甲伊所爱起的建筑了后，上主第二遍对所罗门显现，亲像以前第一遍对伊显现同款。那在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对照历代志下第7章，可以知道上帝的显现，第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的3章4到15节。那时候大卫刚过世，所罗门还年轻，可能未满20岁，或是最多只有20岁。他来到基遍丘坛，献上1000的生祭。那神给他一张空白支票。那现在第二次的显现，是在24年多，那所罗门这时候已经大约有45岁以下。那上帝呢，也来向他在圣殿完全建造完之后，以及王宫，所以是在2个加起来之后，那2个时隔呢，大概是有25年的时间，25年的时间。那在这里提到说，第一节提到说，所罗门建造上帝的殿。那现在台语说，以所爱起的建筑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里好像有一个切割，圣殿是大卫的心，不是上帝。但是上帝看见大卫的心而祝福大卫之约。那所罗门完成父亲的心愿，好，那他也建了自己想要建造的。好，那在这些完成之后，好，那在夜间，上帝第二次来对所罗门显现。那显现的内容，好，分为2个部分。首先是3到5节，是对于所罗门个人；那后面的6到9节，是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国民，或是以色列的百姓。第3节，上主对伊讲：你伫我的面前祈祷恳求的，我拢有听到。我已经将你所起这间殿分别做成，做永远敬拜我的所在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嘛要不时伫遐。你若亲像你的老爸大笔伫我的面前，心顺全，所行所做正直，遵趁我的诫命，接受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你伫以色列国的王位到永远。亲像我有应允你的老爸大笔讲，你的后代会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永无断。那在3到5节是对于所罗门的回应。那一开始是上帝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是说，你要什么你可以求。那现在呢24、25年后，上帝回应说，我已经听见了，已经听到了你所有的祷告和祈求。那上帝也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祈求，把这圣殿分别为圣，甚至神的名立在圣殿，这是以神的名所建的。还有神的眼目，神的心也会常常在圣殿里面。好，那所以所罗门10个求神垂听，上帝他都回应，都答应。那但是上帝的但书是你若呢就是假设。如果呢，所罗门这样求，继续用纯正正直的心，纯正的心，正直的心。那在昨天第8章，所罗门对百姓的祝福也是告诉百姓要在神面前纯正的心，谨守神的话。还有正直行在神的面前，效法所罗门的父亲大卫，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。神继续要回应大卫之约，坚固以色列的国度王位，直到永远。那这个应许不会改变，
而且这个所罗门大卫的子孙，所罗门的后裔，不断会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。好，那这是前半段，但是上帝第二次的显现，重点呢是在后半段。我们来看第6节，恁甲恁的子孙，若越走离开我，无接受我颁布互恁的诫命甲规例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赏赐因的地，甲因消灭，嘛要弃杀即间分别做神，因来敬拜我的殿，互以色列人中伫万国中做俏谈，受人讥笑。这间圣殿现在虽然东方，到迄时经过的人为着惊啼笑，讲上主乃会安尼对待这个地甲这间殿。有人回应讲，是因为因弃杀带因的列祖出埃及地的上主，因的上帝，去信奉别个神明，敬拜服侍因。所以上主和遮的一切的灾祸临到因。好，那上帝的显现话就讲到这里啊，这里就结束。好，那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，好，有多了几节，好，那是在开头，好说，神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降瘟疫在子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自己，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好，那所以这2节呢，好，在历代志下第7章，好有加入，好，但是这跟列王纪上第8章所罗门的10个求神垂听，好是有提到的。啊，但是这后面呢，前面上帝的显现，前面3节好是一个对所罗门个人的应许，后面是对整个以色列人民的警告。好，那这个警告呢，已经讲到非常重的话。好，那首先就是如果他们离弃神，转去跟从其他的神明，第二个呢，神就要把这块地呢，好，还有这些人民剪除，好，让这块地呢成为荒废。即便这个圣殿现在是富丽堂皇，但是上帝要让这个圣殿呢，成为一个笑谈，成为一个让人嗤笑。过去曾经那么风光，如今荒废，好，让人去思想为何会这样。那人都会找出一个答案，就是因为他们离弃自己的神。救他们出埃及的神，他们不要，他们转去跟随别神。好，所以这是整个上帝第二次显现警告的重点哦。好，那所以在上帝的这次显现当中呢，好，那这些事情呢，好，其实后来都一一的来发生了。好，那到底是预言呢？好，还是上帝的预定呢？好，那其实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，好，包括所罗门王自己，还有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们。那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，从一开始大卫好，那爱神，想要为神建造圣殿这件事情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可能所罗门把他的心力好都投注在这个圣殿，已经抓住人的眼球，抓住人的心。但是圣殿里面最重要的约柜，以及约柜里面最重要的诫命圣经，却没有办法抓住我们的眼球，抓住我们的心。就算我们盖再怎么样富丽堂皇的圣殿，当别的神明、别的宗教盖得更大间、盖得更辉煌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球就已经习惯的被抓走。但是只有上帝的话，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是安定在天，好，让我们的心是能够昼夜思想。所以我们把这2次上帝的显现来做一个对比。第一次是在列王纪上3章，好，那所罗门没有超过20岁。第二次是在列王纪上9章，好，24年多之后，好，24年半后，所罗门大约在45岁以内。
那我们显现的地点，一个是在基遍的丘坛，是那时候最大的坛敬拜的中心，而这次呢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完工还有所罗门献殿奉献感恩礼拜的当天的晚上。那所罗门一开始显现的阶段是在年幼，好，他觉得自己还小，好，不知道怎么样出入治理百姓。现在他已经中年成熟，好，甚至达到事业王位的巅峰啊，好，一切都大功告成。那上帝在这两次主动显现、主动提问，好，第一次是说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，而这一次呢，上帝主动说你向我所祷告所求，我都知道，都听见。那所罗门的焦点，在第一次他求的是智慧，能够辨别人心、治理百姓。这一次呢，他求的呢，好是可能是他施工上的成功。好，那当然，昨天第8章所罗门的祈求呢，好还是令人相当的感动。好，那而上帝回应的应许跟恩典，就是上帝在他年轻的时候回应所罗门，赐下空前绝后的智慧，没有求的也赐给他。而这一次呢，却是有条件好的加上警告，要分别为圣。好，神把这殿分别为圣，他的眼、他的心，好藏在这殿。那在前面第一次，好，上帝好有给予所罗门勉励，好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好，我必点点点使你长寿。那这一次呢，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，你和你的子孙若转去不跟从我，侍奉别神，好，之后会有什么样悲惨的结果？那在第一次上帝的显现，好，那时候所罗门也年幼，好，没有提到审判，没有提到刑罚，好，都是从头到尾给他鼓励和祝福。但是在所罗门45岁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，如果他跟他的百姓后代，好，如果不听，必要剪除这些人。就算这个圣殿，上帝也不会顾惜，也不会爱惜，甚至要让这整个过程、整个建筑成为一个笑话。那最后我们看到在，所罗门第一次神向他显现，是在他人生缺乏中、卑微中，他所能够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。好，那时候他的哥哥发动政变，好，他的父亲才刚把这王位交代给他，好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实习，所以他非常的惶恐。但是呢，在24年后，所罗门在人生的成功、富足，那是否能够保持那起初的爱、起初的诚实和顺服？这也是他接下来的考验哦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好的金句，我选9章6到7节。恁甲恁的子孙，若越早离开我，无这首歌颁布互恁的诫命甲规例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赏赐因的地，甲因消灭，嘛要去杀这间分别做神，因来敬拜我的殿。互以色列人伫万国中最俏谈，受人踢笑。成功往往也是跌倒的开始。箴言16章18节，所罗门自己说：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罗门一次一次的成功，好，其实也是一次一次的诱惑、试探和危机啊。如何能够在成功中，好，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而我们心里面不会迷失。那最好的保护伞就是让上帝的话、上帝的诫命、律例典章，一直存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在为主开创事工，或是我们面临缺乏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热切来寻求神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但是往往在所有的事工完成、建堂完成、事工稳定、生活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去这样的热切，也是我们最容易放松戒备、被狂傲、被放荡诱惑的时刻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时的警醒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处丰富、处卑贱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
最后，我们的祷告也是用所罗门在箴言第4章所说的：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发出果效，也蛮有果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加拿大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上帝第二次对所罗门王的显现，不仅提醒他，提醒百姓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，要如何谦卑侍奉神，不要在成功后就冲昏头，或是只看到外表的表象，只看到建筑物的富丽堂皇，却没有去看上帝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谨慎，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重你所有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些的免疫力、抵抗力，不受到世界偶像、外邦的诱惑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